同款是政治的弊案，来看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忠文牵涉台地公的案件，一审判8年6个月。即马搁表讲，这陈忠文去甲市府讨资料，帮助业者标着市府的标案。不过，陈忠文依然话冤枉，讲讨资料是议员的职权，和标案无牵连。立展的经营权早就有新的经营团队进驻。所有的决策、所有的经营的这个方向，我都没有参与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忠文牵涉台地公案，一审判8年6个月，今嘛搁再表出争议。有平面媒体也出来陈忠文哪像利用职权甲局处提资料，伊成立的立电农业科技公司是咧处理环保堆肥甲喷等等的业务，3年计共标到台北市政府5个标案，金额有甲3060万。因为陈忠文是出来话冤枉。所知呢是民意代表的职权，这是我要问政要做使用的。所知的部分就会得标，那这个每个议员就都所知就好了，就都得标了哈。陈忠文强调讲，各局处讨资料是即顺要用的，并无啥物秘密，嘛无讲讨资料就会当表调的情形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呼吁检调都要查明事实。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讲，这个案会上政风处调查。我们会送政风调查来厘清事实，希望勿枉勿纵。如果这件事情属实，我认为检察官跟法官应该要立即另案侦办哦，而且是不是应该要取消交保？环保局驳回讲，有关立电公司标着环保局本所分化厂处理喷甲堆肥落雾采购案，厂商是经过评选委员会选出来的，办采购并无道理厂商的情形。内湖垃圾焚化厂它的厨余破碎脱水劳务采购案，它是以限制性招标方式经过了评选委员会的评选选出的优胜厂商，那我们依照政府采购法办理后续的议价以及决标的作业，那整个程序我们是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工部局发包单位强调讲，台办各单位发包的案件，拢有照采购法依法办理，客观中立，绝对袂受任何施压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